AI 模型嘅比拼呢，就係日日新鮮，日日都有變化喎。上星期呢，先同大家介紹完 ChatGPT Image 2啫，今個禮拜呢，就一定要繼續講 ChatGPT 最新呢一個模型 ChatGPT 5.5啦。呢個呢，可以話係2026年呢幾個月裏面 OpenAI 最重要嘅一次更新嚟噶。大家好，我係 Annie，歡迎嚟到我想用 AI 賺錢啊！如果你都對呢最新嘅 AI 資訊或者係 AI 實戰技巧係有興趣嘅話呢，就記得要 subscribe 我哋啦，記得開埋個鐘仔呢，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亦都可以加入咧我嘅免費 AI 群組咧，獲取獨家嘅 AI 資源噶。好啦，咁翻嚟啦。話說咧，舊年開始咧，我就不斷咁強調啦，2026年咧係 AI agent 落地嘅一年。從年頭開始咧，我哋就不斷見到咧唔同嘅 AI 工具配合 MCP 啦，同埋 skills 啦，去強化咗 AI agent 嘅功能。同舊年好似 Perplexity Comet 啦，又或者係 ChatGPT Atlas 嘅呢一類 AI agent 去比較咧，近呢幾個月出現嘅 AI agent 嘅 agentic 功能咧，喺我眼中咧，先至算係咧真正開始嘅 AI 助理功能嚟噶。而本來咧好耐已經冇用 ChatGPT 做嘢嘅我咧，由上星期咧開始試用 Image 2同埋 ChatGPT 5.5之後咧，我都將唔少嘅 project 咧由本身 Claude 咧轉翻咧去 ChatGPT 嘅，甚至乎咧將以前 Claude Code 入邊咧做緊嘅一啲 project 咧，我都拉埋去 CodeX 嘅。原因咧係今次 ChatGPT 5.5咧配合埋 Image 2啦同埋 CodeX 嘅更新咧，佢已經係咧更加適合咧去整理一個完整嘅工作。嗱，對於咧需要完成咧好多分析任務啊、創新工作嘅我嚟講咧，今次 ChatGPT 5.5嘅更新咧，絕對係令到我咧提升到工作嘅效率嘅。嗱，今日咧我唔單止咧會話俾你知5.5有咩更新，我仲會示範咧點樣配合 CodeX 啦同埋 Image 2嘅最新功能，去落地幾個實戰應用嘅方法，提升大家嘅工作效率嘅。嗱，如果你都想知咧，就記得睇到最後咯。好多朋友仔都煩惱緊點樣喺香港升級到 Anthropic 嘅 Claude，又或者係 ChatGPT Plus 嘅帳號。喺香港用呢啲 AI 工具咧，開 VPN 就肯定需要噶啦。但係其實俾錢升級先係最難處理嘅問題啊！今日我就為大家介紹呢個超級方便又抵玩嘅工具 Chrome Login。大家可以喺入邊買到 Anthropic Claude Pro 同埋 ChatGPT Plus 嘅帳號，有啲價錢仲要好平添。記得咧買翻呢個獨立嘅帳號，咁就可以放心使用啦。不過記得即使買咗獨立帳號咧，都唔可以用自己用開嘅嗰個 account 噶。平台咧係會提供一個新嘅 account 俾大家用噶。只要你持續去俾錢咧，個 account 係可以一直用落去噶。而除咗 AI 工具，入邊仲有唔少嘅工具都可以用優惠價去購買嘅。最緊要入我個優惠碼 ANYGIF 就可以獲得5% 嘅 discount 噶啦。連結我放咗喺下邊 info box 入邊。不過要提大家，即使俾咗錢買呢啲帳號，都係要開 VPN 噶。都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咁用到最新嘅 AI 工具啦。2026年4月23日 ，ChatGPT 發佈咗最新嘅模型 ChatGPT 5.5。OpenAI 官方將 GPT 5.5咧定位為咧 For Real Work 嘅新一代模型，並且強調咧佢係邁向喺電腦上面完成工作嘅新一步噶。API 嘅文件咧亦都顯示咧 GPT 5.5咧係面向複雜專業工作啦，同埋 coding 嘅 frontier model 嚟噶。佢支援文字同埋圖片嘅輸入啦，而且 context window 更加高達100萬。而第一個咧值得大家留意嘅升級功能咧就係自主代理能力 Agentic Capability。以前用 AI 咧，你要將任務咧拆得清楚，第一步做咩啦，第二步做咩啦，輸出要咩格式啦，咁佢先識做到你嘅要求噶嘛。依家就唔同啦，你可以咧掉一個亂七八糟嘅任務俾 ChatGPT 5.5噶，佢會識得咧自己規劃步驟啦，自己揾工具啦，自己發現錯誤啦，同埋再修正。遇到啲障礙咧，佢甚至乎咧識得自己兜路去避咗佢。舉個真實例子啦 ，OpenAI 咧自己嘅財務團隊用 GPT 5.5加 CodeX 處理25,000份稅務文件，超過7萬頁。佢咧唔係用一個 prompt 去問佢一條問題，佢係全程自主去處理，速度咧比去年咧係提前咗2個禮拜完成嘅。而佢咧只需要咧係俾一個佢想要嘅結果咧 ChatGPT， 中間所有嘅 step 咧都係由 GPT 5.5自己去鋪排噶。所以咧我今年咧經常同身邊嘅同事或者學生講啦，依家係 AI agent 嘅年代，最大嘅改變咧就係你唔再需要寫好完美嘅 prompt， 你只係需要清楚知道你要咩結果就夠啦。第二個升級咧就係視覺嘅理解能力啊 ，Visual Comprehension。嗱，以前咧你叫 AI 去幫你做一個網頁啦，佢可以寫到啲 code 出嚟噶，但係咧佢其實係唔知道個網頁顯示出嚟係咪好睇啦，個 button 嘅位置係咪啱，係咪合理啦，個顏色係咪配搭得好啦。依家咧 GPT 5.5咧會喺生成之後咧自己識得睇翻實個界面噶。如果發現呢啲部
佈局唔啱啊，或者文字咧截斷咗啦，顏色有衝突啦，佢會自動修正，直到你望落去咧覺得啱為止噶。咁因為咧喺 CodeX 入邊咧，佢可以用咧 browser use 同埋 computer use 嘅功能，自己去 test 完成之後嘅 program 咧，又或者 app 等等噶。佢仲可以定時咧要去 review 啦，用佢 CodeX 入邊嘅 automation 功能啦，定時可能叫佢 review 下，哇你每朝幫我睇下個system 營運一次，睇下冇你咩 bug 啊，有嘅話就提出可能點樣修正啊等等嘅，就好似咧身邊咧多咗一個咧識自己 review 工作嘅一個助理咁樣啊。你唔需要咧叫佢改咧佢先識改，係佢咧會主動咧定時定候去發現啦，主動修正呢啲問題噶。你亦都可以咧上載一啲截圖俾佢去判斷噶，越嚟越似呢一個真人助理咁樣噶。好啦，咁去到第3個升級啦，就係呢個 token 嘅效率啦。呢個咧都係大家好關心嘅要幾多錢嘅問題啦。表面上睇咧 GPT 5.5咧 standard 版嘅 API 定價咧係每8萬嘅 input token 係5蚊，output token 咧係去到30蚊。比較翻 GPT 5.4嘅2個半同埋15蚊咧，佢係整整咧貴咗1倍嘅。咁但係重點就嚟啦，佢完成同一任務咧所需要嘅 token 嘅數量咧，竟然係大幅減少咗。個原因就係佢更加聰明，做嘢更加直接啦，唔會再兜彎嘅。而且咧再加埋一啲批量任務 batch mode 啦，咁就可以等同於咧有5折咁嘅優惠。計落咧實際完成一個工作嘅總成本咧，其實係平過以前噶。所以有陣時我哋唔可以淨係睇 per token 嘅價錢，係要睇咧佢完成同一個 task 嘅總成本。所以其實未來咧 AI 嘅 model 咧，佢越嚟越聰明嘅話咧，其實個 token 咧係表面上可能個定價會貴咗，但實際上咧我哋需要俾嘅錢咧可能係少咗噶。以前咧可能啲 AI 冇咁聰明嘅時候咧，佢同一個任務佢來回10次咧，咁依家3次就做到啦嘛。咁所以其實嗰個成本點都係平。咁而每次咧新 model 出咧，我哋都會留意一下咧佢同其他 model 比較嘅分數噶。通常咧我都唔會講噶啦而家，因為今次呢個數字都幾值得大家留意嘅。嗱喺 Terminal Bench 2.0咧就係測試 AI 處理命令工作流嘅能力啦。GPT 5.5咧竟然係有 82.7% 喎，而比較之下咧對上一個我哋聲稱為嘅龍頭嘅模型啦，就係 Claude 嘅 Opus 4.7咧，竟然只係得 69.4啊。而喺咧 SWE Bench Pro 入邊啦，可以用真實嘅 GitHub 嘅 bug 嚟考佢係啲 AI 嘅，咁測試 AI 咧喺真實嘅開發環境裏面解決問題嘅能力嘅。咁 GPT 5.5咧都有 58.6% 咁高分嘅。而喺 OS Well Verified 啦，咁呢個係一個測試 AI 點樣操控電腦桌面界面嘅能力。咁 5.5 咧都有成 78.7%， 哇呢個咧真係絕對咧係 Computer Use 功能嘅一個新高嚟噶。咁另外咧就 MRCR 嘅 V2 啦，就係測試咧超長文件信息嘅提取啊。GPT 5.5咧係高達 74% 噶。而比較起咧佢上一代咧 5.4 咧喺同一個測試裏面咧，竟然只係得 36.6% 啊。咁即係話咧佢新呢一個嘅能力係提升咗超過1倍噶啦。加埋落去咧 GPT 5.5 喺14項嘅評測指標入邊啦，已經係全面領先推出咗唔係好耐嘅對手 Claude Opus 4.7。之前大家咧都用過 Opus 4.7，都覺得佢好勁，我自己都係。但係估唔到今次咧我用落去 ChatGPT 5.5 咧係真係將佢拋離得非常之遠㗎。因為咧唔係淨係跑分贏就代表所有場景都贏㗎嘛。但係譬如話我自己今次咧用落去咧，我發覺咧 5.5 咧佢用嘅時候咧真係順暢好多㗎，就好似咧請咗一個超級聰明嘅助理。嗱咁我就唔係話即係 Claude 咧係唔好用㗎，因為如果你係做文案嘅寫作啊、寫品牌故事咧，我覺得 Claude 咧係有佢嘅通嘅特色㗎。但係咧講到咧可以自主完成啦，個前提係自主啊，咁佢自主完成一啲複雜任務啦，例如可能寫曲啊或者啲長文件處理嘅話咧 ，GPT 5.5 咧絕對咧係真係大幅拋離咗其他 model 㗎啦。嗱咁講到用 ChatGPT 啦，唔知大家咧係用佢網站嘅版本啦、Mac 入邊嘅 App 版本啦，定係 CLI 之類啦？點解我會咁問咧？因為喺今次 5.5 推出之後咧，我係強烈建議咧我身邊嘅人咧係下載埋佢 CodeX 呢個 app 㗎。嗱我之後咧都會主力咧可能會拍一條片嚟示範成個 CodeX 嘅功能。但係今日咧我會想輕輕咁講一講啦 GPT 5.5 配合 Image2 配合 CodeX 究竟有啲乜嘢實際用到嘅案例㗎？咁第一個案例咧我係覺得非常之正㗎，就係咧而家咧無論你係做網站啊、手機 app 啊，又或者你做一啲 SaaS 嘅工具都好啦，你可以同 ChatGPT 溝通好，你 make sure 你溝通嘅時候佢係明白你成個 program 係做啲乜嘢啦。咁你咧就可以叫佢咧同你一齊 brainstorm 呢個計劃啦。最後咧就可以咧用 Image2 咧叫佢將，譬如話假設你係做一個網頁嘅話咧，你就可以叫佢用 Image2 咧將成個網頁嘅 layout 咧用張圖咧 show 晒出嚟咯。你可能問 Annie 咁做張圖有咩咁勁啊？咁樣最勁咧就係咧你攞住呢一張圖啦，你喺 CodeX 嗰度俾 ChatGPT 睇，然後咧
就將你之前同 ChatGPT 傾好嘅成個 program 究竟內容係啲乜嘢咧，你就掟埋俾 CodeX， 佢咧係會根據咧你想做嘅一個 software 嘅內容啦，張圖嘅內容啦，佢係會識得咧做翻一個一模一樣嘅網頁或者係手機 app 嘅版本出嚟。其實咧佢會知道咧邊個位要有 button 啦，去邊度啦嚇，邊個位要做 form 啦等等。咁即係話咧佢看圖識字配合你俾佢嘅資訊咧，佢就已經做到一個 program 出嚟啦。呢一樣嘢咧係以前咧我未見過可以做到嘅，咁而家係真係完整地咧 even 之前 Claude 都係做唔到一樣嘢，咁而家 ChatGPT 配合 CodeX 配合 Image2 就可以大家傾到一樣嘢，做埋張 demo 俾你，而佢係識得根據個 demo 去做咗個 software 出嚟，呢個係好黐線。咁而另一個更新嘅應用咧就係 ChatGPT 咧而家係識得直接生成咧 Excel 咧又或者 PowerPoint 嘅 file。嗱，配合翻咧我哋上面講過佢識得拆解任務嘅升級啦，咁即係話咧而家你可以叫佢對住一大堆數據啦 research 啦等等分析咧，去幫你整齊咁樣放翻入 Excel 啦，又或者係做 presentation 噶。最後咧就係講起 presentation 咧，亦都係咧今次更新裏面咧相當唔錯嘅一個功能，就係咧而家你可以咧用 Image2 啦配合 5.5， 佢生成嘅圖片咧已經唔再係一張一張咁樣生成啦，都係批量咁樣去做啊。即係話咧，譬如話我俾咗一個 carousel post 可能要7至9張嘅圖先至可以出到我個 IG 嘅 carousel 啦，咁我就將成堆資料掟俾佢啦，佢識得幫我將嗰啲內容資料好悶嘅資料佢寫到好分之後咧，再識得咧排版啦，做咗9個 post 出嚟。咁我唯一要做咧就係 download 落嚟，可能擺落，如果有即係少少文字上改，我就打落 Canva Magic Layers 咗佢，可能改少少啦。甚至乎有好多時候咧，我係已經唔需要做呢樣嘢，我 download 落嚟可能加個 label 就搞掂啦。我甚至乎咧 Threads 見過咧有一啲嘅用戶咧去介紹咧，大家係可以教 ChatGPT 咧設計一張 poster 之後咧，就將 poster 入邊嘅每一個 element 咧拆件為獨立一張圖片。嗱，個好處咧就係咧變咗你到時咧喺可能 Photoshop 啊或者係其他嘅 image editing 嘅 software 裏面咧，其實你就將嗰啲唔同 layers 自己可以喐到啦。好似咧根本上咧唔係淨係一個 PNG 圖咁樣，佢出嚟根本就係一個 PSD 嘅一個 file，咩感覺啊？好啦，咁講到呢度啦，大家係咪都明白點解我會話 GPT 5.5今次係一個大升級咧？我建議大家咧就唔好似以前咁咧用 GPT 5.5咧做一啲好簡單嘅翻譯或者啲一問一答式嗰啲內容啊。佢真正值得測試嘅咧係你平時覺得好麻煩啦、多資料啦、要整理、要判斷、要輸出，成為一啲可以完成交付到嘅一啲格式嘅任務啊。例如將啲 research 變成影片稿啊，將啲會議記錄變成 action plan 啊，將一啲長文件變成 decision brief 啦，或者將啲 landing page 嘅截圖咧執為咧改善嘅清單啊，將啲presentation 嘅主題咧變成完整嘅 slide 啊咁樣啦。咁呢啲任務咧先至咧令你可以深深咁體會到咧今次升級嘅價值噶。其實咧 ChatGPT 雖然要喺香港要用 VPN 先用到啦，但係其實咧我已經覺得佢比 Claude 咧係鬆好多噶啦。起碼咧大家咧少啲聽到 ChatGPT 無啦 ban 用戶 account 啦，亦都可以咧直接咧係用翻 Google 嘅賬號開通咧，就唔需要咧話用電話號碼之類噶。而咧如果你想去付費升級咧，你亦都可以只需要開 VPN 咧，可能轉去法國或者馬來西亞啦等等地方咧，就用 PayPal 咧直接落翻你香港 credit card 咧就可以俾到錢噶啦。咁如果大家咧都想平平地咁樣試用啦，咁亦都可以咧用我之前介紹嘅 Prompt Login 啦去買一個 account 嚟用啦。咁只要你 keep 住俾錢，嗰個 account 你就 keep 住用噶啦。咁總括嚟講咧 GPT 5.5最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唔係淨係以往講嗰啲咩有快啲啊、強啲啊呢啲嘢，而係咧大家你好留意我講幾次，就係佢可以咧好適合你去用嚟處理一個完整嘅工作。咁呢條片咧我就未必會好深入咁講，可能 CodeX 啊嗰啲係點樣用啦，因為呢個主題咧絕對係獨立可以拍一條片噶。如果咧你都想睇咧，我點樣實際用 CodeX 咧，亦都可以留言打 CodeX 啦，等我知道有幾多人係對呢個題目有興趣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啦，話俾佢聽依家 ChatGPT 咧可以點樣 multitask 咁幫你完整地完成工作啦。今日嘅影片咧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見啦，拜拜。